通过7800亿捐股案，这当中上高甲某人就是掠外，风城区风暴会用追加预算等等来应用。台北市一间美式逃脱游戏场有员工咧因钓到鬼的时，暗棍互锁啊锁掉咧，加在送病院救有回来。高雄燕巢一台动保处挂包的货车弄入人家厝，警方表示驾驶有食酒，照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1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来看这高雄燕巢是发生一件小货车弄入人家厝的意外，害这细厝的大学生无水嘛无电通用，也那车顶2个人是轻伤。根据了解，这台车是动保处挂包人员的。警方表示，这姓伊的驾驶是有食酒，酒测已经超过标准4杯，除了是照这公共危险罪加移送侦办，动保处也要追究相关的责任。就这一台，对，然后从外线剪到内线之后，再整台剪进去。七十半暝啊，高雄燕巢大仁路一台白色货车速度真紧，佫无照车道驶，伫咧头前的灯弯就直直驶对电火条边，弄对人的人家厝去。规个车头弄甲密密麻麻，已经变形。左手边姓施的查甫人家己爬出来，不止个赛车姓伊的驾驶也夹伫咧车内。等到警消人员到柜才顺利甲人救出来。甲在车顶2人拢敢若轻伤，警方表示驾驶有食酒。靠业掉无？啊，你有法度豆豆存起来无？好，来存看卖。驾驶云南机呼吸检验，酒车值超过法定标准，将依照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铁门不能开吗？开了，凹掉了，凹掉了。哦，是哦，看他没撞到呢。他在最角落那边凹进去了。那天毛毛去无法度出门，包括电表、水道头嘛拢害了了，害细厝的学生囡仔无水无电通用。对货车车头边有看到高雄市动保处6个字，警方也证实这台车是动保处的公务车，车顶2人是外包人员。附近民众讲，有听因讲，哪像要去救猫啊？说他们接到路主通知说要救一只猫，啊，所以他们就要赶过去路主救一只猫。也要求厂商解雇相关涉案人员，并依契约规定严予追究责任，向厂商求偿相关损失。另人员医疗及民宅财损部分，则由承揽厂商负责处理。受伤的2人也伫咧病机观察，不止个伫咧出勤的时阵食酒赛车，酒精分佫超过标准4倍外。动保处强调，将会全面检讨外包的管理机制，避免佫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柯家族、焦勇、高雄场报道。这警察掠食毒赛车，其实对去年11月开始，就会当用这喙瘾来验。也毋过，即马所传出有警察呢，因为对这验毒的听数是无解释手，所以报告全漏交去，当场甲人放互走。落尾2个警察是以强绑犯人罪移送法办。毒驾轿车半暝啊，高速冲浪骑机车人了后，随后搁伫路桥顶冲浪对向的车。这个月初是发生伫中华的毒驾驾驶，造成2名无辜的民众死亡。伫全国毒驾案件一直升悬，毒品喙瘾快太执法。去年11月20正式上路，也毋过有基层警员亲像对相关的定数无啥了解，防以冲绑人权罪嫌上班。因办理毒驾案件，对法律程序误判。致有未依规定处理之疏失而不慎触法，本案经地检署缓起诉，相关行政责任后续将另依规定办理。台中市第5分局4平派出所2名警员今年1月19透早2点，查到亲像毒驾的姓区查甫人，经过毒品喙瘾快筛，呈现毒品K他命反应，搁伫车顶查扣4.8公克K他命，以公共危险毒驾现行犯逮捕。也毋过移交侦查队的时，因为欠着要报告，互值班侦查组吸收，最后派出所警员将案件改用函送，搁帮遭姓区的嫌犯。一般来说，你的重犯人犯是说在非常的清楚的情况之下，你抓到之后，你其实就没有真的想要逮捕他，就直接把他放走的。这种一般来讲，检察官会认为比较恶性重大会被起诉。但是因为像这个案件比较像是程序上的疏忽，或者是说经验不够所导致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变成说他可能认罪之后就直接让他用缓起诉就把它结束掉。第5分局表示，2名派出所警员甲这位侦查组和分局以涉嫌刑法公务员创办职务上依法逮捕治人罪嫌，函送法办。2位派出所警员承认犯行，表示反悔，检察官互因原起诉。值班侦查组是查无犯罪事实，直到无起诉。警方强调，已经将本案列回案例教育，加强警员法纪训练甲联系机制。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桩意外，这是发生在台北市信义区一间美式逃脱游戏场，有员工咧搬这吊斗柜的时，伊的颔棍煞互锁啊，甲锁掉咧。送病医了后，加在是有恢复呼吸甲心跳。即马员工的家属要甲业者告，警方也已经函送侦办。经过这台北市劳检处等相关单位来甲调查了后，发现这业者有犯着真侪项职案法规，目前已经要求停业。经消告场，报案人传入去，因为内底有一位员工常常失去意识，无喘气也无心跳。我们有一个救护人员甲人送病院抢救，加在恢复喘气，暂时无性命的危险，目前住院观察。不过伊的安尼是伫密室解谜，扮演吊斗的鬼，雄出意外。如果一般玩家看到他在挣扎，你不会知道说他是真的不舒服还是在演戏。他先在电影里面表演装，然后就是反正下差不多之后，他就开始表演上吊，然后天一场就结束，再转到下一个场景。这件公安事件伫台北市信义区涉案的密室解谜店头，案发了后是铁门关甲目睭睭。7暗时7点外，30岁姓吴的女店员按照剧情去扮鬼，过25分钟煞方发现伊的颔棍和锁啊吹掉咧，一时无意识。警方介入调查，初步排除外力的介入，伤者的家属也已经对业者提告。初步排除有外力介入，为妇女家属代为对业者提出过失伤害及过失致重伤害告诉。根据调查，员工去的关卡，施工时敢若一个人咧工作，而且现场无监视器监控情形。另外，业者的营业登记也方发现无申请密室解谜所需要的活动式情景分类，敢有涉嫌违规。台北市劳检处这个单位已经接到通报，会展开劳检等的作为。不过，直到11透早11点半，打电话给业者，拢无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这台北市鸟屎的问题，敢若是愈来愈严重啊！有民众是讲，伫捷运中山站的南西地下街呢，看到这鸟屎对天棚安尼摔落来，差一点互人甲打着，害伊惊甲唔敢搁去食饭。环保局是表示讲，这鸟鼠呢，若准有食着药啊，这药啊见后，安尼鸟鼠就会出血搁无力。若准伊有变悬，嘛有可能会摔落来。即马市政府是有针对地下街28间卖食的业者来加强稽查，这店家拢有定期来消毒，加强这防鸟鼠相关的措施。好，最近这台北的黑鸟鼠药啊是引起真大的讨论，结果即马伫南部哪场嘛开始啊。台南是有民众发现讲，伫北区的丰兴公园看狗仔咧散步的时，看到大量的鸟鼠药啊。这在地里长是表示讲，这个鸟鼠药啊呢，毋是因来下的。即马环保局已经派人去清理，强调若准有查到非法，安尼会照废弃物清理法来甲开发。清洁队人员行过来行过去，手提椅啊往草坡内底顺看过来，就随夹出一块蓝色长四角形的鸟鼠药啊，规个公园内底顺刷，竟然夹着8块。那安尼，昨昏有民众带狗仔来食，就已经捡10几块回去啊，就惊狗仔猫仔无细哩食落去。技术队员赶紧来巡，这药啊哪像是民众家己捣药，这款行为嘛，互有饲宠物的民众心惊惊。因为他也有养狗哦，那他就告诉我们，都在那里遛狗的人，就是有这个现象。有这个情况，所以昨天你们也有听到很多民众在说这样，对啊，尽量不要让他们捡地上东西。就会怕老鼠。他们讲对面恁家讲最近有这些鸟鼠药啊呢，恁家对面家没有呢。无哦，按个好像是捡滚来地去啊。是吗？系啊。但是我们这边都没有看到。都没有看到老鼠。我们没有丢啊。那最近台北鸟鼠事件2个议题引起真大讨论，即阵台南嘛有公园内底出现真侪鸟鼠药啊，对此相关单位回回并唔是因黑，这款药啊并唔是管制药啊，在地里长怀疑应该是附近做这的店家，犯了环境有鸟鼠，才家己买来放咧公共空间。今天是礼拜一，刚好菜市场没人，不然的话你现在来的话。连机车要停的地方都没有，摊贩都会跑到公园上面来嘛，这边卖啊、吃东西什么都有。针对呢鼠患的防治呢，市长黄伟哲已经要求市府团队要成立行动小组，减少老鼠的食物来源，降低脏乱，呼吁民众呢可以配合政府的相关的政策。公园本来是市民休困惊大的场所，却因为有人黑白乱倒药啊，嘛互公园内无辜的动物面对威胁。环保局指出，若伫公共场所黑白夹来路不明的物件，会当以乱弹粪扫，也是污染环境，通以废弃物清理法开发。若有猫仔狗仔因为安尼死亡，动物处嘛以个案来认定开发。市府呼吁放鸟鼠药啊，应该遵守相关规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再来看这国际上标出汉塔北岛的荷兰邮轮呢，这旅客已经陆续回国。也毋过，这当中有一个法国旅客呢，咧坐专机的时开始出现镜头。法国官方是拍算对这相关的旅客拢甲隔离6礼拜的时间。也那美国这边是讲毋免隔离，也毋过安尼做呢，世界卫生组织煞警告讲，恐惊是会提悬风险。法国总理勒克努甲卫生部车站证实，逼出汉塔北岛感染的洪提亚斯邮轮有5个法国人，其中1个人伫专机出现疑似的镜头，5个人落飞行机了后，随送去到巴黎的陛下病院隔离72点钟。出现镜头的乘客24点钟内就知影敢是确诊，其他无镜头的乘客会转去厝内隔离6礼拜，也是欧洲目前上界严格的隔离措施。Alors l'incubation elle est de 6 semaines. Alors elle est souvent dans les 15 premiers jours, mais elle peut aller jusqu'à 6 semaines.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prendrons des mesures d'isolement qui dureront les 6 semaines. 西班牙卫生部长贾西亚表示，车站拢总有来自19个国家、94个洪提亚斯的乘客，对加那利群岛当中的特内里费岛坐专机回国，也有部分乘客坐飞行机进前，伫机舱的门边翕相做纪念。这届回国的乘客当中有18个美国人，目前拢无镜头。美国疾管局 CDC 表示，这个乘客回国了后，会送去到内布拉斯加的医疗中心观察，不过无进行隔离的必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美国的做法可能有风险。Do you have any respons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might be a country that is not going to follow those guidelines? That may have risks, but of course we don't force them except proposing. Thank you. Our advice is clear, starting from May 10, 42 days with active follow-up, 42 days of quarantine. 因为部分乘客伫邮轮确认有汉塔北岛进前，就已经先落船返去厝。目前各国政府当咧积极追踪这有风险的人员。部分公卫专家质疑美国 CDC 的做法不够积极，犯了这种有人喂人潜力的病毒，会对乘客转去入去美国的本土。不过，嘛有专家强调，汉塔北岛甲新冠病毒、流感的病毒其实是无共的。目前对公众造成的风险也是真低。洪提亚斯邮轮旅客回国的作业，11伫澳洲甲纽西兰最后2架飞行机离境了后，就全部结束。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或者新药要上市进前呢，拢会用白鸟刺，也是讲猴来做试验。伫咧泰国的高城华富里府呢，煞有人是违法用这陷阱来掠猴，卖互外国的厂商，一只就花到台票100万。一群仔跳起哩厝顶，一群仔聚集伫路边。泰国中部的华富里府因为宗教因素，认为狗是吉祥甲生命力的象征，世界热闹的狗群正做当地特殊景象，嘛互华富里府有狗城的封号。不过狗群自由生活的背后，煞有危机暗藏。因为狗的生理结构甲人类接近，是会当做临床实验的对象。有人就设陷阱甲掠，走私去其他国家的药厂实验室。We're seeing thousands of them being caught from the wild, many here in Thailand, and then illegally smuggled into Laos or Cambodia, where they are then sold to Western countries. 这种狗的学名是长尾面狗，是濒危的物种，受到泰国野生动物法规严格保护。泰国本地实验室要有当局的许可才会当掠，也是伫真空环境下繁殖。若准家己去野外掠来卖，是非法拍来行为。None of the F-Zero monkeys we received have been trafficked. They are all captured by the centre's staff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ities. 过去各国真侪实验用的狗拢来自中国，不过中国官方伫2020年下令禁止两种类出口。东南亚的跨国走私市场全安尼变甲更加猖狂。即马一只狗的价销已经来到100多万台票。伫2022年，有几来个柬埔寨官员因为涉嫌走私狗来互美国司法部起诉。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再来看这中东的局势又搁卡掉了啊！美国总统川普呢是来拒绝伊朗提出来和平方案，讲这是完全无通去接受的条件。另外，伊也批评伊朗是咧甲伊欺人。另外，这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嘛大硬来表态，强调除非甲这伊朗的浓缩铀拢甲清除掉，若无战争都袂结束。美国总统
Trump 7在伫咧社交媒体发文，针对伊朗提出的和平谈判方案，回应真明确嘛真强的。伊讲伊甲伊朗的代表意见看煞，毋过完全无法度接受。根据了解，伊朗的提案是较瓦当全面停战，也佮有荷姆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毋过美方是坚持必须要甲伊朗的核武计划纳入优先处理的谈判内底。双方伫咧核心的议题顶头完全无共识。伫咧进前 ，Trump 佮发文批评伊朗过去47冬内一直用严残的战术欺凌美国甲全世界。伊佮讲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是歹带头，批评伊伫咧任期内底对伊朗的政策受过冷落，甚至用专机运送数十亿的美金现金去德黑兰，互伊朗得到喘气甲扩张的机会。Trump 强调，伊朗镇压国内抗议，杀害无辜的民众，伊即马绝对袂互德黑兰学白来。美和谈无共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嘛伫咧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阵，表达强硬立场。伊强调，虽望美伊联军已经甲伊朗的军事力量削弱啊，毋过只要伊朗国内的核设施含浓缩铀还阁存在，这场战争就无算结束。纳坦雅胡嘛表示，以色列和美国的目标一致，就是必须要甲伊朗的核武威胁清掉。I think it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but it's not over because there's still nuclear material, enriched uranium that has to be taken out of Iran. There's still enrichment sites that have to be dismantled. There's still proxies that Iran supports. There are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they still want to produce. Now, we've degraded a lot of it, but all of that is still there. 中东战事一直无法度结束，嘛牵动着特别中国起国的传习会。美国希望会当伫咧11月大选进前，会当为中国摕到买农产品等等经济的快速胜利。也若中国是希望伫咧台湾等等战略议题顶头得到让步。专家分析，虽望讲美中两国伫咧贸易议题顶头意見迫切，毋過雙方拢無希望伊朗嘅戰爭佮進一步擴大。Both President Trump and Beijing have a shared interest in not seeing the conflict in Iran escalate or expand. I don't think that Beijing feels particularly anxious about events. The longer that the war drags on, in some respects, the more that it benefits China. It keep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acted away from China's periphery. Trump 拒绝伊朗上新的方案了后，市场阁烦恼讲中东的冲突会继续扩大，甚至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甲航运安全。受到地缘政治愈来愈紧张，国际油价嘛开始起，投资人避险的情绪嘛影响到美国机会指数跌落来。这场牵动全球政治经济战火，到底当时才会结束？短期内底恐惊阁看袂到答案。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最近受到这比伊战争的影响，全球的原油库存量呢已经是8冬来上低的记录啊。咱经济部是回应讲，目前在国内油气的供应呢，其实拢还阁有够额。针对这中油来吸收的油价成本，行政院是有协商用专案来借款，袂互中油了钱。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拒绝伊朗上新的停战方案了后，大家佫开始烦恼荷姆兹海峡的航运受阻碍。11国际油价佫再起价，亚洲早盘纽约西德州原油起价每一桶强卖99美金，布兰特原油起3.5%，每一桶是104.8美金。外界也关注台湾的库存。目前比较和缓的情况，当然更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着手第4季的，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那另外很重要就是我们，可是这个替代方案已经准备要执行了吗？还是已经在执行？即马全球原油甲精炼油库存已经降价8年来上低，尤其是轻油、液化石油气等精炼油，敢若剩45天。包含台湾的真济国家最近红点名，因为真依赖进口，状况危险。11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经济部强调，油的备用库存大约150天，天然气要12天，拢超过法定的标准。台湾的精炼油，亲像轻油等等。使用的状况是拢有够，不过一直到这礼拜，国内的油钱拢是无起价，中油是要安怎应对财务压力？那另外还有一个，现在就是说，主计总处现在在帮忙我们，就是说今年度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些拨补的机会？如果今年度不拨补，会不会跌破净值？应该还不会。中油公司编列2026年年度预算的时，参考油价每一桶76.5美金。不过，即马1月到4月，布兰特原油平均一桶85美金，中油的损失恐惊搁再增加。
经济部强调，目前中油吸收油价差额大约是141.8亿，行政院已经到协商专案借钱，提供有够的资金去买油甲天然气，明年也会变增加预算1687亿。主计总处也在研究今年敢有机会补贴中油。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受到这经济局势影响，专门咧生产车辆的普利系统呢是传出因的成竹厂准备要关门，要来大裁员啊。今仔日这劳资双方要来开协调会，新竹县的劳工处嘛证实已经接到业者的通报，刷落也会继续去关心。拜透早，游览车停伫公司门卡口，准备要载员工去开劳资协调会。做车辆工厂台湾普利司通传出大裁员。根据了解，顶礼拜员工就接到公司通知，讲要关门结束生产。在地议员听到消息了，跑到现场关心。他是星期五下午3点宣布，今天要把他们再发去哪里？去签约。你看这些都是中高龄的员工呢，要找工作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呢？普利司通伫台湾经营超过40年，1982年伫新竹河口成立台湾普利司通，目前有800个员工，主要生产各种无共型的车辆，伫市场目前有真重要的地位。新竹县劳工处证实，已经接到台湾普利司通公司提出大量解雇的报备。公司在上周3的时候，有先跟工会干部进行之前方案的一个沟通，那预计在今天。5月11号的时候，跟受影响的员工进行一个自主协商的部分。那目前的话，县府这边得到的讯息是，公司在上周5的时候有进行大量之前的通报，那目前是符合法定的一个程序进行中。劳工处表示，刷落去继续协助劳工权益，员工若是无愿意接受条件，会当向工会提出申请协调。普利司通也伫公司的网页发布上新的消息，指出因伫台湾的业务拍算转型，对5月11开始停止生产作业，但也是会经营台湾市场，转型做销售甲服务为主。根据了解，这波裁员大约会有超过550个员工受影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这立法院是来通过7800亿的军购案，美国白宫官员是表示对台湾感觉真失望。啊，这行政院长邓英台伊也强调讲，即马要甲这人民的信心，也有国际的信赖，甲找倒转来，这政府一定得爱有动作。另外，也因为这上告甲某人做是掠外的，即马风社国防部是会针对无通过的部分，用追加预算，也是讲编这后年度的预算来甲应用。立法院初八三读通过7800亿军购案，并不是原底伫咧行政院版本的1.25条。伫咧传习会进前，北京官员就表示，美方无预期对台湾的政策出现任何的改变，不过对台湾通过军购条例感觉真失望，希望无通过部分资金会当有够价。那么要挽回的是人民的信心，跟国际对我们的信赖。那这一点，政府一定会有所作为。我们一定要跟国际采取更密切的合作，我也希望朝野政党能够认清事实。邓英台嘛讲，政府一定会有作为。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美方希望台湾的国会会当进行补救，希望用朝野合作，和国防预算会当支持安全政策。面对立法院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7800亿，军购甲伪造起互排除，传出咱国防部未提出第2个特别条例，无通过部分可能会办理追加预算，也是编列到后一个年度的国防预算来应用。我要补有几个方式，第一个是追加预算，第二个是一般公务预算里面计划型预算能够用多年度的预算，第三个是在提出特别条例针对伪制跟上钩的部分，还是希望跟国民党内部比较理智派的这些朋友们来讨论说，接下来我们缺的这一块怎么补？商售、伪制，走平常的一般预算编列，然后让国会好好监督审查。放在特别预算里面，变成一个所谓的政治提款机，或所有的这个项目万用包。因为依照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条例施行了后，1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了后伫咧2个月内编列特别预算。不过，海马式火箭系统头期款就要纳新台票8亿外，5月底就要到期啊。为着避免特别预算未付之用，国防部正咧讨论要安怎来应付，希望当按时纳头期款。记者综合报道。
传习会伫个5月13至15要来举办，即马这台海议题也真做是朝野关注的焦点。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会甲美国来保持沟通，对台美的关系是真有信心的。另外，即马是传出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要去访问美国，林佳龙是回应讲，欢迎正动外交。全球关心的传习会伫要到啊！中国外交部证实，美国总统川普伫咧5月13到5月15会访问中国。北京嘛说明，川普会伫咧13暗时到北京，14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而且会去天坛，暗时会食国家宴会。15离开进前，会和习近平临茶开会，食中昼顿讲工课。外界嘛真关心，台湾伫咧传习会谈话当中会安怎发展？跟美国都保持持续的沟通。不管是美国政府公开的发言或者是非公开的沟通我们都对台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发展有信心。为幕僚作業到第一線精細，外交部唔敢大意。面對大國談判的變數，政府要安怎精準研判美中談判鬥頂每一項細節，避免台灣變作是談判的白紙仔咧，嘛正做朝野立委質詢的時陣，共同關心的議題。有没有来自于美方主动提供的讯息？不管主动被动，我们都有互动嘛，哈。但是就说我要讲的是说，因为美方最后是由川普总统在主谈呐，我们都要非常密切的关注。川普总统他可能对于台湾是不是有一些质变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转向，这个部分我们到底要怎么因应？中国到底议程是什么？说实在，我们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会从美国要什么，那我们怎么去预防或因应？除了美中之间的相斗，在野党嘛积极强化对美的关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伫咧6月特别去访问美国，林佳龙表示真欢喜看到正当外交，不过嘛重申台美沟通以政府之间的管道为主，再过来则是正当的外交，希望是利帮弊，弊帮利，互相帮赞牵成。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医美集团的偷翕案呢是直直安尼断去，目前当咧接受调查的公调诊所高雄分院已经互检方甲确认讲有去翕到这患者的温书的部位。另外，高雄公证诊所呢嘛，互人查到这部分监视器的画面有去翕到这患者的面。卫福部长赵宗良是回应讲，会要求地方来扩大稽查，严格处分。壁顶搭录影监控告示，安尼内顶连锁医美连续逼出监控偷翕案了后，高雄公证美学诊所即几日伫社群行动表示，诊所内底无监视器，毋过镜头翕向壁的翕屏简单的录音，毋过有患者截图质疑，做聊天时无人甲因讲这件代志，没有事先告知，这样就是很没有尊重那个病患，就是去做医美的那个患者。民众感觉无妥当，认为监视器可能会逼患者温书。卫生局接到报案，车10到现场稽查，发现监控安装状况无符合业者的讲法。诊疗室、咨询室、手术房及观察室等均设有监视器，为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部分诊疗室镜头有拍摄到病人脸部。与诊所宣称监视器都会面向墙壁之说法不符。面向墙壁其实针对的是除毛室，患者会穿的比较少的地方啦。部分诊前拍到人的脸部，是因为那些地方是比较针对脸部的治疗跟疗程。我们的手术其实都有签相关的同意书，这个点卫生局也拿走了。卫生局已经将监视器影片保留落来，交予检警去厘清。若搁较早互调查的公德诊所高雄分院，会再搁再予卫生局稽查，因为检警已经确认诊疗室的监视器伫无经过患者同意下，翕到几多人顶半身顶温书部位。毋过因为妨害秘密是告诉乃论，向检呼吁患者勇敢出面协助指认。目前已经陆续的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卫生局的去做一个盘查，那么就如同我前面提过的，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是相当的这个不可取所以要采取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依法，那么该停业就停业。医美偷翕案持续扩大，卫福部要求地方卫生局扩大稽查，其中车10逼出来的台南分店。精烟气装、精砍摄影设备的眼医名，
伊的屏东分店虽然登记是美容美体业，不过卫生局唔敢大意，10日启动调查，若查到违法事情，会依相关法规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即马3班护病比呢已经通过要来入医疗法，不过煞有2档通好抽提。国民党团是批评这是中央拖刷，护理团体也去到监察院来侦情，讲这卫福部长赵宗良是渎职，而且佮调工要互资方来谈。赵宗良伊是强调讲，这护病比呢，若准凊彩来施行，安尼恐惊是会冲击到民众就医的权利。为了要改善护理集场的环境，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正式甲3班护病比入法。不止个卫福部所宣布有2档的缓冲期，2028 5月7日才正式起稿，互护理界真不满。立法院国民党党团10日嘛召开记者会，批评这唔若违背总统赖清德竞选承诺。民进党政府根本就是用烟钱伫咧等改变。今天一位刚进职场的年轻护理师，可能都已经离职转行了，法条还没真正落地，这不叫改革啊，这叫缓兵之计。卫福部长赵聪良就表示，3班护病比入法是重要开始，会当减轻护理人员的压力。不过，嘛要考虑到整体医疗体系运作，因为截至到去年后半冬，3班护病比有70%达标，有的选用关床来应对，若是凊彩就起稿。恐惊会扩大关层的效应，也那7大医师团体嘛发声明，强调2档的缓冲期是自愿到位的必要过程，会当确保民众就医的权益，还有医疗的韧性。特别是以比较中小型的这个地区医院跟区域医院为主。那么换言之呢，那么如果现在立刻就实施，那可能会扩大关床的效应。根据2年的训练计划跟招募计划来。把这个3班护病比的2年后实施的工作，把它做好所谓的准备。不止个医护团体无要接受，10日透早去监察院定情，而且去地检署提告卫福部长赵聪良无负责任，要甲人道理。他自己说已经有达到70%了，那70%不能先做吗？赵聪良表示，顶礼拜和护理团体开会讨论的时阵，要有团体代表讲要甲告，伊讲好，我接受来回应，就无搁回应告发的代志。不过，伊强调会继续用各种的护病比奖励、夜班的津贴等措施来加入增加医疗的量能，来确保民众看病时阵未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两国约的第4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今仔日开始，是针对这移工的人权，也有环境权等等的议题来展开交流。这会场外口呢，有一寡刑事案件的被害家属也起来抗议，呼吁这政府来停止以国际公约的这个名号来废死，同时嘛希望这司法会当强化被害者诉讼参与权，互家属也会当出声。伫会场外口大声喊口号，呼吁司法审查爱公正透明，包括陆籍案等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利用政府举行两公约第4届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的机会到场抗议，呼吁政府重视被害人家属的人权，停止用国际公约的名义施压废死。一些想要违规撤台的人，让他们有一个觉悟，说：台湾不是没有死刑哦，台湾还是有死刑哦。希望政府能够听到我们被害家属这个心声。法官就根据现在要开会的2公约的里面，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除非犯最严重之罪行，在法官的眼里面，从来没有最严重的。被害人家属希望司法会当强化被害人诉讼参与权，互家属无搁再是局外人。到场赞声的立委嘛提案要修订刑事诉讼法，会场内审查会议特别邀请12个世界级的人权专家来台，针对环境权、移工平权等人权议题来交流。我们愿意持续透过制度的改革、公共的对话，跟国际社会共同深化自由、平等跟人性的尊严。公约第3次审查会议以来，法务部致力于将人权价值落实在法治的革新，并积极促进政府与民间的深度的对话。国家人权委员会强调，人权专家的来访唔仅代表国际对台湾人权发展的支持，嘛象征台湾持续开放的自我检视态度。法务部是指出，就算讲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台湾有关坚持甲国际人权标准对接。记者综合报道。
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呢是侪云好天，敢若东部甲恒春半岛是会落雨的。也若这南部外山区的所在呢，高温恐惊是会升到36度。也毋过气象署是讲，其实拜二开始又搁有黄霜雨的锋面要通过，时到又搁会变天。这拜三甲拜四雨是上大的，尤其是中部以北部分地区呢，这雨会落较粗，一直等到拜六开始，这锋面才会渐渐离开，这天气才会加较好。拜北部天气侪份乌阴，气象署讲拜各地天气还算稳定，干那东半部、恒春半岛时不时会落雨。气温方面，北部日时伫27度到29度，那南部晚山区甲河边温度上悬反射到36度。不过气象署提醒，为拜二开始，有黄霜雨方面到位，时到还会变天。那这个锋面系统在礼拜三跟礼拜四的时候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在北部地区的话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一个机会，在其他地方，像是在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也是会有一些局部较大也是发生的一个情形。气象署表示，拜二锋面通过，东部以北会开始落雨，那拜三、拜四雨势会上大，各地拢会落雨。那中部以北会落地渐阵雨甲雷公雨。气象署讲，一直到拜六礼拜，锋面才会渐渐离开，天气嘛会较暖和。后日来讲的话，就是随这个锋面逐渐远离之后，那我们台湾附近一个风种上转是吹偏东风的环境所以到时候像是在东半部地区的话，还是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其他地方的话，则是会慢慢恢复成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另外，气象署讲，锋面影响期间有机会会落地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出门就要扎雨伞，地势较低所在嘛注意积水。记者吴金阳、林旭凯台北报道。有一个姓陈的男性，这真侪当来拢伫咧卖一款万能的清洁粉，而且佮安排伊的朋友来装作人客，请人来甲买。也毋过这店家所接到反映讲，其实是洗袂清气，所以要甲告。即马1审甲2审法官是认为讲，因为无通好证明这清洁粉是完全无效，所以落尾是判这姓陈的男性无罪定案。姓陈的查甫人载规车的清洁万能粉伫全台湾巡回推销，4当前伊到中华这间柑仔店来卖，讲这是工厂专用的清洁粉。过程中有另外一个查甫人直接金钱甲伊买，互这个柑仔店的头家掠准讲，这项产品真正是足抢市的，所以伊开1万块买100包，没想到卖出去了后，消费者拢怨叹这无效，那店家嘛对姓陈的查甫人来提告。就甲我讲乌手的咧洗安尼，有即种物件，冇种物件，真正有即种物件。阮有问人客甲我买迄包去的人讲，无简单恁角啊啦，你看。检方调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试过招人咧买清洁万能粉，伫新北、台中、屏东、台南等等的所在，拢有店家受害来提告，拢是无起诉处分。那伫咧彰化地院1审了后，法官认为，因为无法度检验这个清洁粉的效果，真恶认定这是诈欺。那2审的法官看法嘛同款，佮加上双方交易的过程无强制嘛无威胁，所以姓陈的查甫人是无罪确定。且本案送鉴定后，亦认为目前并无统一明确的标准可以检验该产品之清洁效用，也就是检察官尚无法提出积极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所贩送之万能清洁粉毫无清洁效果。清洁剂是否有效，也涉及使用手法、使用量、操作方式等非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方法可检验效用。那即马刑事的判决已经是无罪确定啊！若是柑仔店的头家讲，事后对方已经愿意将1万块的汇款甲摕回去，双方已经和解啊！有律师提醒，若面对这款足够讲话、一喙挂双字的推销，消费者上好要求当场来测试，才袂到时阵上法院要来讨公道，煞无证据讲互法官听。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即马这诈骗的出头有影是愈来愈侪啊！伫咧国内呢，有诈骗集团是利用这手机转接的功能控制民众的号码，安尼若准银行卡来时，就会变作是诈骗集团来接的。有人的口罩就是安尼，互人骗超过300万。手机是731再搁卡电话号码。卡来电话就变唔知影号码，若是搁是美证、06证，就会跳出 IMEI 码，就亲像手机的专属身份证。若做伫号码头前搁是BB21B，会变做啥物咧？就是也是隐藏嘛，不然就是变换号码嘛。打井310再拨电话，
好像就可以延长1米、2.1米，有听过？这我也不知道。这台马都亲像转接功能，若是米至1米，搭配手机号码，所有卡互你的电话，拢会转去迄组目标号码。国内就有上班族，互人骗讲是假检警，交出建管户信用卡号顶，佮互人要求设定转接，2天互人投入260万股票嘛，互人卖出变现金，总损失超过366万。诈骗集团为了要突破银行这样的关怀的提醒，银行只要打过去这个客户的电话，其实就随着就直接转接到诈骗集团的那个人头电话。诈欺犯罪伫台湾真济，大量案件拢出来，互法院原来受影响。就连最高法院刑事总受案量为112年7700多件，去年大大增加到将近1万件，其中诈欺案件为1300多件来到2900多件，大幅度增加的案量也互法官面临真大的工作负担。笔录的转译啊，可以多多使用各种科技设备，或是法官助理草拟判决书，也许也可以多帮法官的忙。面对法官这么多的工作负担，司法院回应已经有拟定真侪项简化的做法，为简化证据调查、扩大简式审判、裁判书制作简化、扩大远距离简式审理的方式，减轻司法的负担。记者采访报道。年底就要来拼选举啊！这南投县长柯淑华，还有南投市长张家棣，拢要代表国民党来拼这连任。即马是风声热清中呢，有去考劝南投县议员沈淑晶来参选南投市长，算讲是培养新世代。嘛，因为这个议员呢，伫个议会即阵的时，这表现资本就受到外界的注意。伊本人也证实，真正有这件代志。年底9号伊选举。真侪所在已经咧开战咯。国民党籍的南投市长张家棣拍算竞选连任，会再继续骨力走市政行程，关心是大人互人电信诈骗的问题。伊对寻求连任真有信心，表示逐日拢咧思考安怎互南投市更较好。3年外来吼，阮一直在想讲未来南投如何互甲市民朋友吼生活更较好。咱非常的尊重每一个愿意为着南投市来共同打拼的这个参选人。咱所有南投市的市民朋友，上界关心的毋是讲食要出来参选，上界关心的是讲到底是食有法度带领着南投市。互咱的南投市的未来更较好。目前南投县的乡镇市长的选举，民进党现主时，只有民间乡、鹿谷乡有人登记参选，阁有11个乡镇市长，阁无人选。最近传出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考劝南投县议员沈淑晶去参选南投市长，算是培养新世代。南投县议员沈淑晶一议会即阵表现，自本就受到关心。伊本人嘛证实有即桩代志，讲会搁听搁较侪人的意见，再来思考后一步要安怎进行。民进党的党主席、赖主席确实是有希望我会当来参选南投市长吼，会当讲甲新的较少年的思维啊，还是讲资源啊，会当挂落来咱的南投市吼，我也真正听出来后要。为咱南投市做虾米款的政见未来，要甲咱南投市带用倒一个方向？我想这个吼，其实是我开足侪时间来去思考的。一消息曝光了后，沈淑晶拜一是到台北开会，讲是私人的行程。敢要选南投市长，伊讲6月左右会决定，因为沈淑晶已经完成党内议员参选的登记。若要接受征召去选南投市长，党内议员提名现来减一席。民进党南投县党部嘛，着爱讨论后补的人选的代志。记者安英秀南投报道。再来看这北港朝天宫迎妈祖呢，逐档拢会声上万人来参加，部分的信众是放炮来赞声。今年2天的活动啊，统计落来拢总是程度106栋的炮仔夫，这是历来上低的纪录。北港清洁队是表示讲，这几当来这民众是加较有环保意识，未来会阁继续宣导这炮仔着爱减放挂。旧日3月23是妈祖圣诞，为着迎接妈祖，民众拢会放炮来闹热。为着避免对交通造成影响，今年北港镇拢总设18个点来，互民众放炮。大多数拢伫咧朝天宫附近闪开重要的路口甲学校。有宣导说，我们的那个炮点的申请，要避开学校，还有一些救灾的要道，所以有一些严格的限制。所以今年的炮点比去年相比减少了3个点。
北港清洁队表示，因为今年放炮的点比旧年减3大，所以村内炮仔户甲永年比起来是上少的，总共106栋，比前年162栋减超过1/3。目前这个炮仔户拢暂时放伫咧清洁队，等待火药活性无效了后，才搁送去甲焚化炉。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民众的环保意识也抬头，加上网络上舆论的声量也蛮大的，都希望能减少炮量，所以整体上的那个放鞭炮的数量也有整体的减少。在民政处跟环保局这边过去有合作推动的所谓的一个补助鞭炮机的一个部分，就是利用那个电子式的一个鞭炮机来取代传统的鞭炮，可以来减少这个相关的一个炮灰的一个产生，也可以减少空气污染的一个部分。北港镇公所表示，有申请放炮的所在，拢会严格要求炮仔放煞，就爱压水，炮仔嘛爱减量，所以今年炮仔量是有史以来上少的。那公所会继续向民众来宣导，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放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环境议题，来看嘉义大拿一笪营区呢，过去伫日本时代是做这飞行场，也毋过即马这营区趴荒了后，所发生真侪互人偷倒废弃物的代志。嘉义县大拿镇社团国小甲社团新村边仔后分营区，嘛是国民政府迁台了后，为着保卫空防设置的飞弹基地，伫1970年代因为飞弹退役了后，这个营区就坑咧很高大，甚至佫捌互人来弄开营区的大门，为内底偷倒粪扫。咱营区门本底有关咧无？共破坏，车油内底倒啊，甲本来来顺的时阵甲发达的。一年拢来清扫2遍啦，几遍。这个营区周边全部拢是田，地啊远啊啥物这灌溉过去，保卫营区流出去，我嘛惊讲这垃圾水会去影响到这个咱地方咱这遮好的这农作物。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的立委陈冠廷甲王安祥接到地方的定情了后，透过这个营区部队整洁甲训练的视察，专工来到后分营区了解状况，嘛希望军方甲地方镇公所会当好好沟通，做好思考营区的管理甲要安怎运用。咱即马台湾的局势来讲的话，伊感觉讲咱这个营区的位置嘛是最重要的，所以讲安尼好，因就甲规划讲这就是做一个训练中心，我感觉不管到底要甲火化好，还是部队要入来用，拢无重要，上重要是先清气。大拿镇公所表示，配合外交甲国防委员的考察，军方已经有将粪扫全部来清理，望军方未来会当落实管理，嘛会当互地方了解线路的规划，毋然活化这个营区，嘛互大拿地方会当配合做整体的发展计划。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英国一个印度的西洋棋手波达纳呢，是敢若11岁，算是全英国排头名的选手。伊嘛希望讲未来会当加做是全世界上界强的棋手。自身的家棋动作拢无丢除，敢若11岁印度的英国棋手波塔纳是西洋棋界最近几年真出众的新人。伊伫今年4月拍败中国的棋手姚楠，正式加做全英国女子组排名上悬的棋手，伫全世界排第72。其实伊伫6年前才开始接触西洋棋，输当时敢若5岁，有一位亲人的朋友送因一套西洋棋。本来要摕去关乎主线机构，毋过波塔纳感觉棋艺真特别，想要留落来做佚佗物仔。因阿爸就趁机会教伊行棋的规则。When she was so inclined, we started taking her to the tournaments. That is where we thought she got a natural interest. So we started going tournaments after tournaments, and she was enjoying it. 这6年以来，波塔纳有亲人的小天，一路过关斩将，拍败真侪有经验的对手，已经得到女性国际大师的头衔。要咧读册，波塔纳发现行棋甲学校真侪学科拢有关系，互伊的表现更较好。Links to so many school subjects like maths. It helps in calculation and music. It helps i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I play the violin and I play a bit of piano. And in art, it helps with creativity. So it links with that. 路透社指出，因为最近几年有真侪线顶的行棋的平台，会当甲青训人也是电脑的模型练习，互因愈来愈高行棋。因为安尼有搁较侪技术，伫少年的时就得到真悬的地位。毋过波塔纳并无对伊目前的成就感觉满足，伊表示伊的目标就是成做全世界上强的棋手之一。公司新闻由派准备译。再来看南盘首年呢是举办一场困斗比赛，一个80岁的阿公上乐民摕到冠军。因拢挂简单也是太阳目镜，
初二参加首年困斗比赛的人，来到努力岛汉江公园，伫咧这片草地笑日光，阁有风微微啊吹，困甲是甜蜜蜜。今年主办单位提出的 dress code 主题是“困美人也是王子”。这位小姐甲家己钱入去灌风的红仔内，得到最佳装扮奖。 평소에 잠을 잘 못 자요. 그래서 빨리 깨기도 하고 잠을 잘 못 들기도 하고 금방 깨는데 오늘 코알라 잠을 아주 잘 자는 이 친구를 데리고 코알라는 잠을 잘 자는 동물이잖아요. 그래서 코알라 덕을 좀 보려고 코알라를 입고 왔습니다. 这个平常时啊爱读册，阁爱做线工的学生，伊是扮做朝鲜王朝的皇帝，拍算要来遮好好啊补眠一下。 평소에 뭐 시험 공부나 이런 것들로 잠을 많이 자도 한 3-4시간밖에 못 자는데 저의 잠에 대해서 한번 뽐내 보려고 이 대회에 참여하게 되었고요. 随帮参赛者虽然看起来拢已经咧上大面，不过是不是真正困去？主办单位会用鸡毛、摇因的手，也是棒棒的叫声来试看因有偌大的本事。90分钟比赛了后，公布结果，困眠品质上好的是一位80几岁的老阿公，第2名是工课做到要忝死的上班族。 회사원으로서 이제 매일 출근하고 이제 야근도 가끔 하고 이제 또 지금 제가 출장에 나와 있어가지고 출장 가서 운전도 많이 하고 이러니까 많이 방전이 되어 있는 상태였어요. 근데 이제 딱 여기 이제 장포자기 대회에서 요거 한다는 걸 보고 이제 저희 가가지고 내 방전된 상태를 잠으로써 이제 100% 충전시켜야겠다 이 한강 바람을 맞으면서 그래서 이제 신청하게 됐고. 운 좋게도 제가 2등이 돼가지고 지금 매우 기분이 좋습니다. 南韩是经济合作加发展组织内面工课压力上大、困眠不足上严重的成员国之一。这项研究显示，南韩成年人实际困眠的时间平均伫6点钟13分到6点钟58分之间。这场困斗比赛用意就是在鼓励人爱适当的休困，才有法度行更较远的路。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扫了咱个时间交互糖啊。 今仔日伫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甲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早起北部地区有南山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甲平湖、金门是多云到好天。过昼了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